要把那5张纸交过来，谢谢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接下来时间是线下，那我们占用了很多时间。那因为今天晚上呢需要我们必须要做桌椅的移动，今天是劳动的一天。那晚上呢，桌椅呢，我们只留第1排的桌子跟最后1排的桌子，听清楚哦，第1排的桌子跟最后1排桌子，其他的桌椅要移到往后面看，2根柱子有时钟后面的那个空间，怎样咯？清楚了吼？好，椅子也要移动。然后你们自己随身的东西啊，先把它收好。你们可以放在桌子上没有关系，可是要认得出来哦，哪个东西是你自己的，不要弄不见了，知道吗？如果觉得不保险，可以带回去没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移动。然后做完以后啊，我们以小队行动到3楼的讲堂不是3楼的佛堂集合，要准备献晚香，可以吗？清楚吗？清楚，了解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行动。
就是说，在这个正如志忠所说的，同学所参加的班会当中，真的没有遇过所谓的演练。那同学觉得这个真是